树坑，向前同乐飞，大家来相飞。哎呦，又多见面呢，好开心呢！动本戏要做得好，看到你个精彩嘅表演。当然咯，讲到表演啊，永斌，我哋真都个按度识的哦，你看到按度做么样嘅表演，错冇？有跳舞嘅，有唱歌嘅，有打鼓嘅，还有翻跟斗的啦。你比较想要学哪一种？哦，学哪一种？对。其实我唱歌诶，唱歌诶咩会啊？我想我学一只才艺，编曲术。那个很难呢。唔可以啦，当简单的啦。你为什么会想学那个东西？因为我老人主持按叫的啊，我当想我学一只才艺编曲术，老人编舞，老人编舞啊。哎呦我做得一三年主持的。我们两个人呐是要同进同出的，你知道吗？哦。对，我们是不可以分开的。你没有我看你怎么办？如果你把我变不见，我待在家里，我也是会担心你。是不是？你讲按用没错的那么快就被我说服了。好啦，我老人讲，你两场就会 partner， 就人讲的同进同出。我来咧介绍你个精彩嘅表演以外，我来介绍你个辛苦嘅评审欣赏，齐民族欣赏，齐志勉欣赏，王翠凤欣赏。三位嘅辛苦嘅评审欣赏今尾麻烦你咯今尾嘅精彩嘅表演拭目以待哦，接来看第一组嘅表演。参赛者表演体由评审判分数，3位评审每个人各有50点呢，每10点呢代表奖金100万元，系讲得到满分50点，就做得到奖金2000元咯。新年歌坛，年寿多，家家户户庆年寿。日落安歡曉，自拋鑼鼓響連天，天火風光明朗。男男老老幼幼遊嘅看花燈，包公升國快，最挑人心忙。牛郎會整，喜下頭上岸，歡歡喜喜，喜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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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喜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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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喜，相逢24號無分來朝台，窮陽感人心。總好建議好危險，好心感通天呐。三男心看了，莫着戀戀。看啊看把燈，鬧啊鬧年少，一年一百呀。
年再见。掌声鼓励分享你嘅歌欣赏。高爱民，牧师好，牧师好。帅哥，俺唔是你，唔是我，你有什么事情想要忏悔的？頭先做乜嘅壞事情？我冇應該是按道嘅偏道，冇本你判你變天堂啊！你是給我加偏檔啊？啊？是給我加偏檔啊？偏檔，我是兩集，我是三集啦。牧師，哎呦，唔想我，跟大家懺悔。你要懺悔嗎？我係跳到起後台，真情嘅一粒偏動啊，情無可能是搓冰，你知不？唐公，你一開始不會講客家話呀？一開始有啊，他一開始跟我講客家話。一開始唔會唱啦。民國100年的時候，竹東田川日比賽，我那個時候還是。喊係就觀眾啦嚇，大概觀眾啊，大概下邊呢堂，堂到佢跳台上嘅啦，唱嘅哦，個客家山歌哦，啱聽到啱喊好聽哦，是被吸引到咧。是。按用按用牧師結合客家山歌，按用咪頭不一樣的咪頭，不一樣的火花。對啊。所以跳到帶到藝術小跳嘛，哈，也是梁煥波老師的新作品。老年少。老年少啦，老年少哦，來談看下你嘅評審欣賞啦。朱老師，你個高牧師哈，你從你山歌真經一個上潤，真經唱到當好，不僅彈起來當作心一啲。其實當到嘅電視台啊，然後外表人啊是彈過你唱哦，真經根本你做得採下新嘅節目啊，從你按到老年少哦，本台自家來彈嘅感覺，本台自家感受到冇強融一種嘅風味。畢竟來講，你係梁老師新嘅作品哈，做得對你哋鄉親嘅通樂會，你從本台自家來彈嘅感覺，我根本真經非常的享受，非常的享受，什麼你哦。真業家成績不錯。好，謝謝，謝謝。專業還是要交給3位評審老師啦。好，知道今比你高牧師做得拿到15分的滿分麼？老師請給分。做得等下一下，你要幫我擦汗。一下。佢兩種係調成用歌的啦，我剛剛做得。人家也要，對不對？人家也許有對象了。老師請給分。7、5、6、4、5分。謝謝3位老師，謝謝3位老師。哎呦，恭喜你！哦，這個叫做紅包6,000元。希望下一陣可以帶更加精彩嘅表演俾大家看，好嗎？我哋來看下一組嘅表演。限量網遊天光秋風床，做頭王米港天真仙幾年嘛，農忙世界改波落陽，唔驚日頭曬背囊，台上唱歌搖來搖去滿山蒼，樹地風霜地地樣樣後生好榜樣，鹹鹹悄悄細細湯湯本人好印象。上頭不讓走遍天下，祈求最理想，幸福家庭叫叫唱。限量網遊天光秋風床，做頭王米港天真仙幾年。
唔驚日頭曬背囊，台上唱歌搖來搖去滿山蒼。樹大風霜地地鸳鸯後生好朋友，點點悄悄細細堂堂本人好印象。上頭不讓走遍天下地球最理想，幸福家庭叫叫唱。上頭不讓走遍天下地球最理想，幸福家庭叫叫唱。送上分享，主任，对。要给祖玛给茶哦，榕苗，这很特别，慢点做的呢。一家，大家姊妹一家做的，全部也姊妹哦。系啊，啊喏，要爸爸妈妈安慰听哦。穷下安慰这种姊妹穷中啊。姐妹班呐，姊妹班呐，姊妹班呐，听讲吼，迄55岁以上的退休下来，反正55岁以上的3期民众来参加。参加呀，哎呀，东都课程啊，哎呦嘿哦，客家歌谣，国标舞，有氧舞蹈，哎，有氧舞蹈，英文班也有哦，英文班也有，还有手机平板，啊，手机平板，要用安尼捌手机的，嘿啊嘿啊，你动冲热呢，要好嘛，嘿啊，给我一次搞，给我一次搞哈，都搞 APP 样板中，最好。啊，要编舞会发嘛？嘿，主任，哎，你懂腔的范玉梅老师，范老师，哦，你们有人啊？哦，那老师怎么？因为他要教，他要编舞，所以就没有加入你们哈。对，唐坤啊，专业的评审老师用帮你讲哦。好，有请黄老师。哦，那是看到哈，哎，他能跑歌哈，还有没有一个会吊拍的哈？然后每一个的动作都非常到位，又非常的优美啊。最重要是大沙全部又带笑容啊！我觉得那你也向前通落飞啊哈，动合杠的主题啊，所以我觉得就完全有达到他的目的啊。所以我谢谢。那么希望什么？哎，真正希望汉拿多你也该退休的朋友来感染你的，因为这样子也可以减少老人失智的问题。对，对，而且可以。教非常多的姐妹班，对，没错，嘿，非常好。什么？今日来看那个舞蹈班哈，做得到几多分数？老师，请给分。是5分满分。我想说你讲的这么好，哎呦，有啊，表现同好哦，大家表现同好哦。嘿，颁奖喽！恭喜主任。那这个舞蹈班哈，一个重赏的鼓励，好，希望繼續加油，好。係，剛剛能聽下來看下一組的表演。Apple Pen。
93.999。哦，郑爽朋友，那个电音三太子呢？哦，哎这个是什么？你暗自 say 是吗？呦，董念宁哈，他们这样互相看得到吗？哎，这个是什么情形？哦，来放前面，来，头朝，哎，对。好，那你们两位哦，好，再放着。这位也要脱啊？打开来，还三姊妹呢，观众朋友。天哪！三姊妹按用挑。你们三姐妹永远有一个想法，想要去学这个。哎呀，怎么想？你先，姐姐先进去的。我先进去的。喜欢跳舞？喜欢跳舞，兴趣。一开始就蹲那样吗？会先学舞步，然后之后才跳进去学。对。请问一下，你们姐姐几岁？我今年18。18岁。对。那你很早就接触了吗？我学6年了。学6年了。嗯。国一。因为 No 哥，因为我老公，也是龙镇那个龙腾的那个会长。所以我也有看过很多，就是像电音三太子，还有一些呢七雅八雅啦哈，那个大将军要蹲论耶，可是几乎都是男孩子比较多。然后你讲，我跟三太子也很有缘。真的假的？你也会吗？我以前啊，泡给天样有冇？我就爱练在你是公斤呢。哦。给鬼人哈，全部都是在里面，完全都是。你要跑步哈。都是汗。没懂耶，真的很热。哎，这个工作其实很辛苦，你们真的是一开始是因为兴趣，对，然后现在不会后悔，不会。哇，给自己一个掌声，我看了好感动哦。真的，哎呦，众赏不厉害，好冇？真的，哎呦，看到要种表演，然后已经无法形容了。从他们的汗水，一直到他们也许练习过程当中的有过的辛苦跟泪水，全部都交织在一起。做得等下一下，你要帮我擦汗啊？一下，给两种迄爱跳成勇哥的啦，我刚刚用做得。人家也要，对不对？人家也许有对象了，不能给人家乱擦汗。真的哦。对，擦了就要娶人家。那麻烦姐姐自己来就好了哈。你姐姐来听讲评。先来听唐坤啊，徐老师，齐先生来讲一下。好，非常的感动啊！就像刚刚安尼海军讲的吼，特别你看到全部西来人哋嘅扮演了三太子，嘅其实因为系主持发动嘅关系，当做是苏斯见到了三姊妹，看见到嘅了表演哦，其实从见到从细一直都练哈，看见到成长。那我们也可以看到他，不管是他的一些的音乐的编曲，然后后置，其实他们是一个非常专业的表演团队，非常专业嘅表演团队。尤其呢不看人嘅几次又加上了三姊妹爱游行，我觉得这就是我们所谓的正面力量，是正能量。所以讲啊，就刚三傻子讲，切对2分是最高分。对，而且他又在替神明做事情。对，特别你讲三太子，你看到三位姑娘呢，三位仙姑，那秀珍姑，这玉珍姑。好了，老师，今天尽量展现你的专业。专业不会是叫我们背吧？不，对，那个出众的不交给你。哎，你谁摸你这吹掌在之后，来谁来你豆豆？阿平 ，Go， 阿平 ，Go。来，老人讲，哎，跳久冇爱，所以让你回味一下，搭配你的衣服颜色红色，这个大红大紫。好，你要体验一下他们的辛苦，对不对 ？Go。里面很热，马上增胖20公斤。哎，真给我来咯！你的手怎么不见了呢，这位同学？好，下换2号机啊，继续再跳起来。好，拍下3号机啊，导播拍一下啊，来正面的角度啊，拍一下啊，下换4号机，不能
画面的时候，阿斌他会自动再加灯，对不对？很有赏你啊！然后你讲，让他主持人不好当啊，真的不好当，不好当啊！不行不行，这我弄这个太可惜，不行，看分数了，我弄这太可惜，戴着了看不到我的美丽。嗨，来看分数。好啦，来看评审欣赏，阮下日嘅电音三太子得到几多分数？15分，一致通过了哈。哎呦，15分的很高的分数哈，这里得到哈6000元，用我们最热情的掌声来谢谢那个电音三太子啦哈，每希望天师给前面嘅观众朋友啦哈，想要来表演，想要来参加，想要来得到奖金。唔是摆设哈，天把拿起来打，打了就过来挑三太子喽。冇错哈，给面子们辛苦的3位评审欣赏，还有我们辛苦的工作团队，用辛苦浪费太假了，上飞，我们下次。